再来看宜兰县公办民营实验教育学校林文国中小，今年因为委办的合约无通过，县政府就接落来办理，各界是拢真关心。县政府昨暗办公听会，家长是望讲会当维持过去学校经营的方式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基本上会维持哦，实际上要安怎经营，爱个评估。学生囡仔上课要来了解通拖，唔免坐伫椅仔顶，是坐伫涂骹、伫台骹认真听老师教学。江西也算江西的特色吧。宜兰头城镇人文国中小本来是公办民营实验教育学校，按过委办合约今年无通过，该由县政府线落办理，改回一般公立学校。学校未来会以什么款方向经营？县政府办理公听会，听各界意见。可是它就是一个最难哈，但是也最珍贵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模式，民间单位它可以带入创新。如果说还有机会公办民营的话，审议委员的组成能够尽量站在，能够是知道那个实验教育在做什么。而不是站在体制教育去看待实验教育。公听会里，家长大部分希望人文会当用公办民营的经营模式，因为民间单位才会当互教育创新，而且县政府审核人文的经营，袂当用体制来观点来看待实验学校。未来若做有机会公办民营，审议委员的组成应该爱选择会当知影实验学校伫做什么的人，而且应该甲学校建立真好的沟通平台。对于未来的方向上，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专案评估小组，所以我们会针对公听会的一些相关的意见，也会纳入专案小组去评估。根据实验三法，人文国中小若做要维持实验教育方向，未来的经营模式包含公办公营、公办民营，也加非学团体的方向。县政府表示会维持人文的实验教育形态，按过安怎经营已经成立专案评估小组，会透过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